為咗食免費壽司，連身份證上面個名都可以改。你好，我係地球觀察貓。故事係發生喺2021年3月嘅台灣。平時大家改名通常係為咗啲咩啊？一係就係為咗風水命理，求大吉大利啦，大富大貴；一係就係覺得個舊名唔好聽，要轉運。點知喺台灣有整整300幾人改名，原因竟然係為咗食免費嘅回轉壽司。呢單嘢當年轟動全台灣，最後仲燒到上去英國 BBC、美國 CNN 同衛報，變咗國際級嘅社會現象，史稱鮭魚之亂。壽司郎失算嘅漏洞。等我先交代翻少少正經嘅背景先。呢單嘢係點樣發起嘅呢？其實就係日本連鎖回轉壽司品牌壽司郎喺2021年3月17號同18號2日，佢哋喺台灣搞咗個宣傳活動，名稱叫做愛的回歸尋人啟事。活動嘅規則寫得非常簡單，如果你個名有鮭魚嘅同音字，例如貴啊或者魚啊呢啲字呢，可以打折。如果你嘅身份證上嘅名字同鮭魚2個字完全一模一樣呢，成台最多6個人，完全免費。壽司郎官方當初以為呢個活動頂多咪吸引到全台灣10個8個本來就叫鮭魚嘅幸運兒嚟食，順便播下上下娛樂頭版新聞。點知佢哋完全低估咗網絡時代下後生仔對免費呢2個字嘅 understanding。台灣網民即刻幫佢哋算咗一筆賬。喺台灣改一次名，手續費只係50蚊台幣，即係大概港幣13蚊。改名之後食完免費壽司，再改返原本個名，都只係又要再花50蚊台幣，咁總額先剩100台幣。但係如果去壽司郎一台6個人，隨便食啊都可以食到3至5千台幣。即係大約港幣800蚊至到1300蚊，呢啲唔係優惠啊！呢個簡直係天大嘅漏洞啊！戶政事務所報。最忙嘅唔係壽司店啊，而係台灣各地嘅戶政事務所，由台北、台中、新北到高雄。全台灣嘅戶政事務所突然湧入大批嘅大學生，你好，我要改名。內政部即刻急到要喺 Facebook 發 post 提醒大家冷靜啲。根據台灣姓名條例，一生人只有3次改名嘅機會啊，改咗可能改唔返㗎，請慎重。但係當時後生仔邊度理得咁多㗎？改咗先食，而佢哋改名嘅創意，簡直係人類歷史上嘅奇觀啊！有斯文派啦，直接嘅原名後面加字，例如謝鮭魚、周鮭魚；諧音嘅 meme 版改做同歸於盡、鮭魚之夢；極限狂人派呢位仁兄最誇張啊！直接刷新台灣最長名字嘅紀錄，基本上可以話可以入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㗎啦。佢改咗個名36個字，陳愛台灣國慶，包有鮭魚、松葉蟹、海膽、乾貝、龍蝦和牛肉、美福華君、品精、華希爾等海陸凱撒老爺。你哋諗下，平時去餐廳，侍應會問咩啊？先生，你貴姓？但係今次佢哋只要遞張身份證俾佢哋，
壽司店已經可以完全照版落單啦，因為佢哋唔係改名啊，佢哋係喺身份證上面寫緊一張海鮮自助餐 menu 啊。好啦，以為改咗名，自己帶幾個 friend 去食就算，未算。呢單新聞最抵死、最充滿荒謬人情味嘅地方就喺呢度啦。有啲鮭魚大哥改咗名之後，覺得自己帶幾個熟人去食唔夠抵、唔夠盡。你諗下啦，2日嘅活動，個名有鮭魚呢2個字，係可以無限次免費進出、免費食㗎，仲要每次可以帶多5個人。咁你諗下啦，如果唔用盡佢，咁咪即係好嘥。於是乎呢，喺台北同台中嘅壽司郎分店門口出現咗個極之荒謬嘅畫面。呢一班鮭魚軍手攞住熱辣辣嘅新身份證，企咗喺壽司郎門口當街頭招募員，見到路過陌生人就拉：喂，小姐先生，食唔食壽司啊？我今日叫鮭魚啊，跟我入嚟啊！全台免費放題喎。路人就梗係半信半疑，怕怕縮縮㗎啦。跟住就話：真定假㗎？你叫鮭魚？唔好搞笑啦！世上邊有免費午餐？你係咪呃我㗎？鮭魚哥即刻攞張身份證出嚟，睇清楚，戶政事務所印章嚟㗎。我真係叫鮭魚啊，唔使錢㗎，入去飲食，大家做個 friend， 我哋開心 share 飲勝。成個場面真係笑死人啊！有啲好心嘅鮭魚君，真係完全免費請路人食，大家萍水相逢，喺同一張台瘋狂食三文魚，食返佢夠半。仲有啲有商業頭腦嘅後生仔，除咗食之外，仲要賺多筆添。喂，每位收你100台幣，即係20蚊港幣，同鮭魚哥我入去飲食。結果除咗賺咗食之外，仲賺多500蚊新台幣添。你話啦，咁樣究竟係有生意頭腦啊，抑或係市儈呢？當時新聞記者去採訪，喺店入面問其中一台路人：你同呢位鮭魚先生究竟係咩關係呢？路人亦都好誠實咁答：我哋10分鐘之前喺門口等位嗰陣時識㗎咯。佢問我想唔想食免費壽司，咁我咪跟佢坐埋一台咯。你話係咪奇趣到爆先？小花邊雨後遺症，侍應嘅洗腦夢同埋老豆嘅大火氣，喺呢2日狂歡過後呢，背後其實有一堆超級好笑嘅小花邊新聞同埋後遺症㗎。花邊1，侍應嘅鮭魚叫號洗腦夢境。嗰2日最慘嘅，其實就係壽司郎嘅侍應啊！佢哋唔只要一直檢查客人嘅身份證，確定上面真係寫住鮭魚2個字，仲要喺個店嘅門口叫號引導入場。結果嗰2日，耳仔聽得多，嘴巴講得多嘅，全部都係鮭魚呢2個字。有侍應呢，後嚟就喺討論區裏面吐苦水喎，話返到屋企發夢啊，都夢到自己喺個鋪頭嘅門口，有一排排顧客喺度等位啊。佢成晚喺佢個夢裏面都係發緊張鮭魚先生、陳鮭魚先生、許鮭魚先生，你哋有位啦。成晚夢入面嗌咗幾百次鮭魚先生。醒返之後，聽到鮭魚呢2個字都想嘔啊！見到三文魚都唔想食啦。花邊2，老豆老母火都嚟埋。食完免費壽司，大家又衝返去戶政事務所改返原名喎。但係因為改名會引發戶籍資料更新，通知書係會寄去屋企㗎。好多家長
收到通知書先正知咩話？我個仔呢2日去做咗鮭魚。當時新聞真係探訪過一啲家長，阿媽喺記者面前大鬧個仔貪小便宜、不知所謂，屋企成日上演竹升炒肉片，老豆老母火大到真係想將個仔趕出家門啊！花邊3實質損失同統計，最後統計2日活動，全台灣有超過330人改名，壽司郎免費請咗幾千人食壽司，估計損失數百萬台幣。不過壽司郎都承認，雖然係失算，但換嚟嘅係全球媒體嘅曝光率，價值幾千萬嘅廣告費，其實係賺到笑㗎。荒謬又可愛嘅全民 meme 現場。講到底，呢場2021年嘅鮭魚之亂，表面上係一班人貪小便宜，但實際上其實係一場全民參與嘅大型荒謬行為藝術。由改36個字嘅 menu 名，到門口拉陌生人一齊食免費大餐，完全展現咗喺網絡時代下，台灣後生仔點樣用創意同埋好玩嘅心態去玩爆呢個商業活動。下次如果你見到香港或者外地有餐廳話改名免費食，記得睇清楚自己仲有幾多次改名嘅名額啊，同埋記得喺門口拉埋我一齊入去食啊！呢單笑料呢就講完啦，唔知大家對呢件事又有咩睇法呢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個言，分享下。